點解明明生活已經穩定，心入面反而空咗一格？唔係適應唔到新地方，而係舊角色突然冇咗。屬靈之後，最難面對嘅唔係環境改變，而係唔再被需要嗰種空虛感。Hello 大家，我係雷叔。樂活人生係由雷叔的退休生活出品。呢個系列唔止講退休，仲傾下人生後半場嘅健康、智慧同覺醒。今日想傾嘅話題係北上退休之後最難適應嘅，其實唔係生活，而係自己嘅新角色。好多人北上之後都會同我講，生活其實 OK，冇乜大問題，租金平，節奏慢，日常運作都順。但跟住佢會補一句，不過唔知點解，成日覺得自己好似冇乜用。呢句說話，好少人會主動講出口，但我知好多屬靈朋友心入面都有。今集我想同你講清楚一樣嘢，呢種感覺唔係失敗，而係人生角色轉換嘅正常反應。第一層落差，被需要突然消失。返工嗰陣，你唔使特別證明自己，開會、決定、負責、交代，日日都有人等你。退休之後，尤其北上之後，你突然變成一個冇人等你嘅人，冇人追你 deadline，冇人問你意見，連你自己都唔知今日要交代啲乜。呢個落差唔係生活問題，而係心理結構嘅改變。你唔係懶咗，你只係冇咗一個每日提醒你有價值嘅系統。第二層錯覺，以為輕鬆就會自然快樂。好多人以為壓力一走，快樂自然會嚟，但現實係壓力冇咗，空白會先出現。當你突然有大量時間，但冇一個角色需要你，你會開始懷疑，我仲值唔值得被需要？呢個問題對屬靈人士特別有殺傷力，因為我哋上一段人生係靠功能性行出嚟，突然之間功能消失，需要重新定義自己。而事實上，並非所有人都提前做好咗準備。第三層心理，你唔係冇價值，只係未重建。呢度我想講一個好重要嘅觀點：人生後半場，價值唔再係由角色自動提供。以前你係某某職位，所以有價值。而家你要主動揀自己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。呢個過程唔快，亦唔應該快。如果你而家仲覺得自己有啲空，其實代表一件好事，你未急住用忙碌填反個洞。根據 Role Exit and Later Life Identity Studies 指出，Loss of occupational role often creates a temporary identity vacuum in early retirement。簡單講，退休初期出現身份真空係常態，唔係例外。我識一位朋友亞翔，北上退休後，頭半年安排到密麻麻。後來佢同我講，雷叔，我發現自己成日揾嘢做，其實只係唔想停低。有一日，佢索性乜都唔做，只係坐喺窗邊飲茶。佢話嗰一刻，第一次問自己，如果冇人需要我，我仲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？呢個問題比任何活動表更重要。解法方向，唔好急住揾新角色。雷叔嘅建議好簡單，但可能唔容易做到。唔好急住揾新身份，先容許自己做一段時間冇標籤嘅人，行路、閱讀、觀察，慢慢感受。當你唔再需要用角色證明自己新嘅方向，新身份定義自然會浮出嚟。如果你而家覺得生活冇問題，但自己有啲迷失，我想你知道，你唔孤單。雷叔留你一句：人生後半場唔係即刻成為另一個角色，而係先容許自己暫時唔係任何人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覺得有用，唔該俾個 like、subscribe， 撳埋個鐘仔，分享俾朋友，一齊活得自在，做自己，開心啲，睇開啲，樂活人生。
我係雷叔，下次見，拜拜。